过来，刑事再审的制度已经通过修法，不过民间的司改会等等的团体质疑讲，这修法的前后其实无啥差别，对冤案救济无啥帮助。民团是呼吁政府要设立冤案救济委员会，不过司法院表示无这个必要。 死刑犯邱和顺和指控牵连查甫囡仔6情的绑票案，不过民间团体质疑讲，这件案件定罪是建立在互刑求做出的自备的情形之下，协助提起再审申请落予驳回。前警官罗明春和指控受诬洗有罪，民团介入救援，认定专案的疑点真多，也提起再审。 请求非常上诉，不过也直接讲，最高法院甲最高检察署拢会互相下责任。我们的新证据是当时承办案件的部分员警的笔录，他们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确实有听到有刑求的声音。那可是我们的法院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法院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没有亲见亲闻，他们没有自己看到，所以不算。原因不在证据，原因不在法律，原因在法官官官相护嘛。 我今天也是法官，你也是法官，你确定的案件我把你翻过来，那明天是你换我的案件，那我们司法不是很难看吗？冤案难翻。民团组织大声发口号，主张现行的再审制度虽然已经过修法，不过对冤案的救济有关法规是真有限。民间司改会列出总申请的件数，修法了后的9年，敢若比修法进前的10年加100多件。 综合核准率提升的比例也无到1%，叫中央爱设立冤案的救济委员会，甲刑事案件确定了后，审查法院等等的措施。那关于再审部分，也已经多次修正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，应该没有再另行增设这个刑案确定案件。 审查机构的必要。民团有诉求，司法院回应讲，目前判决定刑的案件，特别救济有再审甲非常上诉，两者已经互相有互补。其中再审的相关规定已经渐改修正，重新定义新事实、新证据的再审理由，大大放定申请的范围，应该无另外搁加设机关的必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